毒品的问题非常严重，这少年人捌毒品犯罪，对112年501人到去年已经有上千人咯。甚至检警等单位执行这掠毒专案，半个月就掠到188个学生和少年囡仔，伫咧做这卖毒品的摇头。高检署表示讲呢，就要注意这寡少年人为什么会变做是毒品犯罪强犯。要这戒毒中心发现讲，真侪少年人拢是使用电子烟这款工具伫咧食毒品的。 为印度来清洁剂才敢空运来台湾，就被警方查扣起来。经过仪器检测，证实报关无确实，内底是毒品依托米酯的原料。做到吗？检警提早接到证据，查到有卖毒的集团偷用化学公司的名义，报关货物的名称造假，假进口清洁剂，说是要把毒品的原料为海外偷再来台湾。若本次毒品流入市面，预估可制成100万颗依托米酯丧尸烟弹。 黑市价值高达新台币20亿元。台湾毒品的问题愈来愈严重，嘛产生食毒赛车的乱象。检警等单位启动专案掠毒，短短半个月就查到2000多个嫌犯，甚至内底有188个人是学生甲青少年涉嫌卖毒。警方讲，因卖毒的管道之一，就是咧校园内底。青少年电子烟、毒品泛滥的议题，严重戕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。 更成为校园安全的一大隐患。毒品入侵校园，不少摇头都是要咧读册学生。为这几年的数据来看，学生囡仔牵连毒品的犯罪人数有增加的趋势。警方统计，112年有501个人，去年603人，去年已经超过1000人。高检署警示，都要关注大人吸收未成年共同犯罪问题，嘛要注意这个未成年是安怎互利用、互拐去犯案，其中敢是甲帮派有关系。 而且要注意社群媒体，敢是嘛加做毒品交易的平台。我们的面临以下的关注重点以及挑战，在境外走私、大麻黑素以及媒体这一个隐匿交易讯息、未成年的陈少共犯，以及现在大家所关注的先驱原料及新兴毒品的发展趋势。今年的电话量呢是暴增的。 而且年龄层已经下修，8岁、17岁、16岁，正在这里借依托米酯的个案。那伫毒品的来源，要注意未成年涉案的情形。戒毒中心接到少年求助的个案，比例嘛大幅度增加，尤其大部分拢是以电子烟加做载具，内底可能包括依托米酯的毒品。政府相关单位都要赶紧阻挡毒品的危害，唔通让毒品持续渗透学生甲校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